对对对，他老那俺做得是个生活经济点也那样的，俺做得是个。但是地方的电给南就就多也那样，他老那去看这些人呗呢，他妈没打把的，我有那错了没打把的，地就进来的那参加跟，他送牙跟这个了，没打把的是送的。所以呢，可以了解到说呢，无论是我们所居住的外在的这一个环境，甚至于呢，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所有的各种的一些生命、有情生命呢，事实上呢，它都是无常的。这就是佛陀呢，教法里面的第一点所说的，所有一切的法，它都是无常。这当然就是搞的写的，盲目的写的搞的，当然是读书个样，从此写的这个是吧？他，对的，他上这个去写的，懂着一些也不难的，当不都是当这么大把的些，第搞懂的，有一些学不赢。OK， 因为主要是时间上的关系，因为要讲还可以讲得很深很广，但是呢，时间上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先将整个佛法总结4个要点。那4个要点里面，第一点就是一切法有为法呢，它都是无常的。你把等啦，等홀와 코랑다，等말하다 사케 탐제 도 말와서 뉴몽 그 고니 드롭이야 버까 레그 고니 다 레그 고니 드롭 용화게 얘네 zon데 동아리 송 나버리。那么第二点呢，要讲的就是说，那么所有一切呢，由烦恼而产生的业，那么呢，由烦恼而造作的业呢，它就会感得这种痛苦的果报。所以他讲的一切的有漏呢是痛苦的，有漏就是漏失的那个漏，有漏是苦这样。但呢，我做当不借用的。举例来讲，我们呢在一开始出生。弄到那麻椒呢？阿怕当阿妈的，不过你个想着很多，弄到这麻椒呢？然后之后呢，在就是说出生的那个时候，如果呢你本身的那个福运不够的话，可能那当下呢，母子2个人都可能会死亡的。弄到的就那血还没多。那如果呢具有那样的一个福报的话，那么就能够平安的出生。刚따라 아마야我不个我的借用的是个的。我是我演的是我演的嘛的。总之呢，在投生，就是说出生的那个当下呢，那么婴儿呢是这样的哭着出生的，然后母亲呢也是这样子在痛苦的那种情境在那哭着呢把孩子生出来。那第八大了，他妈介绍完那种的，可能到那如果的可能到那种的，那才有可能那。那么这是嘛的，哪个这样的？那么从出生之后呢，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色身这个身体的缘故呢，所以呢，自然的他就有各种的这种疾病。他都第等你了，你손에是个了，他나랑 손에头个了。第一个손에个当到了正白中心呢。所以呢，在现在活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呢，那我们就用尽各种的方法去照顾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呢能够有足够的这些个营养等等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非常努力的、非常辛勤的在工作的，为的呢就是要让这个色身呢能够持续下去。소재는 등산 보고도 소다네 야보래 소남진래 콘소와라 세고라 강아리 시라메 봐 도경고 고가 야보야라。那么从一方面来，从一个观点来讲呢，就是现在的小孩子，他们可以讲是非常有福报的，因为呢，他们所生长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环境，甚至呢，在他们学习的这一些个环境，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上面，事实上都是非常的具足的。소재는 거니 등산가 보고도 소 랭이 짜모시리노。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会觉得现在的这些新世代的小孩子，事实上呢都是充满恶业的。怎么说呢？我보고 중요한 건 내가 없어서 내가 강요 말이야。집에 저번에 대당요 집에 땅에 되니 차비셔도 갈래 강요 말이야。譬如呢，像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小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生长环境实际上是很单纯的，自己想要做什么，反正就是在那样的玩乐的环境之下呢，就这样过了。등산 거 보고도 손에.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 깨자 파 아마 깨자 여보시 투어 말다. 루보 깡바 여보 보 투어 말. 깡바 여보 힌로 투어 말. 두가 대드니니 코란레 지고 치와 해게 잡라 콜보 해 코네. 쇼반하고 랑네 징 로드 롭종게네 징 라브 징 로드 하지.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呢，可以讲，在他年纪呢还很小的这个时候，甚至呢自己呢都还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这样子照顾自己的那个时候呢，就要扛着很重的那个担子、那个压力，然后之后呢辛辛苦苦的每天清晨呢就离家，然后到学校去学习等等的，所以呢事实上是非常辛苦的。 아니 파 롭달라 랩네 개개인게 다 롭종고 살롱바 고 시에게라 뺀 망보 시에게라 각종 땅 그래서세 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一些老师们呢就会教导很多的这些知识方面的，然后就甚至呢学不会的话还要责骂、挨打等等的。 손 나를 요는네 아마 조 세네 잭히도 코 칼라 살롱 요미 잭 레가 레주도 다 롭종네 대세 조니 이게 저야다 강인의 잭 세주도 然后之后呢，等到回到了家里呢，然后父母亲主要也是妈妈，然后又特别的就会关照今天呢在学校呢怎么样了，学习的情况怎么样了等等的，又是唠叨了一堆。 但是不충충 라고 샘당 루보니까 짠 맞아봐 거네 랭긴 치타죠 랭콜 콜보 침보 차 선바양 집어 매봐 조보양 당보 매봐 타는 매일이야 뭐 중중 그 무기 침보 고는 로도 이게 자 所以呢，就这样子，从年纪小小的时候开始呢，那么这个小孩子他的身心就这样背负着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跟责任这样子。那么，所以呢，甚至呢，在那个眼睛上面就戴着一个大大厚厚的一个眼镜，这么的辛苦的。 근데 자 근데 다 너나 코 깔레랑 있다 롭종세도 보고도 배 깔레랑 뭐라 와야 다 침보 장제시 그러 总之呢，他就是从出生之后，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就是一直要很努力的这样子，因为这就是他生活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 아이 다나게 주고든 저와 야 침보도 차 침보 차게 진 제르 송 뇨다 체르 송但是你们来干了就什么的呢？但是可弄个那啥的掐呢，对这个你们好不掐呢？但是没啥，如果拖拉了着，密杀是。没你苦呀个没都是啥呢？这个做的。然后之后呢，慢慢的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然后这个身体呢看起来是越来越强健，但是呢相对的，他所要面临、所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事实上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然后之后呢，整天呢就是在工作上面从早到晚这样子做个不停，心里面想个不停，所以呢导致身体的那个气过度的那种强烈的缘故呢，所以到了晚上甚至想睡觉也睡不着，睡不着呢只好再吃一些安眠药，然后吃了安眠药以后呢，又导致身体的其他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那个搞来的了。 但是呢，但是这多的，但他的就是你去找别人，但是过来家呢，这要求的。你们这那边那告诉了呢，但是过去的健康餐，如果个到个去年，俺那个三个上那样的，如果个去年谁没掏把钱的，是不给。那个谁没掏吧？健康餐个了呀，健康餐呢，要不多少呢？要不多少呢？多要嘛的，家啦考上了考图个嘛的哇。然后就这样子可以讲，就是一天24小时呢。 就持续不断的，就是这样子一直在重复的同样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就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这个身体呢，它没有办法再能够去，就是承担配合心里面所想要做的那样的一些个事情，这个身体的力气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小，然后之后呢，就进入了那个老年的情况。 但是怕给完的茶卡，说那么用钱的，他懂着？但是你们这如果说大家这边那个说了，那啥更谁来呢？这的很多，谁不这的，但是没把都是经常给打磨这家伙的。
直接怎么说？直接没把就是年卡有的，拿啥的年卡跟直接讲了，没把那什么叫他，就那拿啥个马些工的，什么个怕，你嘛你想着来个怕强。然后最后呢，到了年纪再大一点呢，那么遇到了一些个病，那么有福报的话呢，还能够到医院呢去做一些个检查，但是检查的时候呢，万一不小心又是像那种癌症啊等等这些疾病的时候，那么医生呢就很详细的跟你解说呢，你现在得到的这个病呢是怎么样的一些个病症的时候，这样到了那个时候呢，你身体呢还没有死亡的，你的心呢就已经先死亡了，这样，因为呢那些个癌症病情的解说呢，就让你自己的心呢已经了无希望了。但侬呢，我让老主角你去搞这套用呢，他没那健康恰餐呢，让个没这的了，实在好呢，那这大用不那告诉了，你这谁都上也去年没办了，刚儿当，东儿讲，后面那的你没这做。然后就这样子，也许到了60岁、70岁，然后年龄呢，真正的进入所谓的老年的那个时候呢，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自己这一生从年轻到现在的这个过程呢，那么呢，才发现到说啊，自己这一生呢，真的是在这种辛苦的过程当中呢，就这样子度过了一生，好像呢没有做一些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